嚟自新加坡嘅朋友啊，愛食苦苦啊，舊舊啊，尖峰啊，哦，佢味係好苦啊，甜嘅，但係你話要苦就貓山王，但係抵食一個人細細個夠食。福建啊，聽佢頭先聽講福建話喎，係咪？福建人啊，係。哦，冇想講嘢，慢慢，小事小事。平過你喺新加坡食啦。哦，好好啫，靚啊，俾你啊。嗱，新加坡嘅平腰都過嚟食啊。係。嗰個仲犀利啊！吉隆坡俾馬幣我都有啊，我緊要喎。老實啦，我去馬來西亞都食到。係咁嘅質素啊！食唔到。六房肉啊！六房添啊？係啊，六房。喂，靚。喂。老樹。係啊，巢皮啊靚，佢冇落水嘛，冇落水一乾包噶咯。哦，係啊，好。OK 啊，唔錯，好乾包啊，又唔會又苦，呢段時間唔苦喎。係。可以。啊。睇唔到啊！食得都麻麻地嘅。唔靚我唔翻嚟開鋪噶，靚我就翻嚟咯。唔靚我翻去怡保噶啦。哦。翻去怡保？哦，我太太係怡保人啊。好細核，好勁喎呢個味道。係啊。BB 仔喎，都係5房肉，啖啖肉嘅。係。黑刺呢個係。蚵翅啊，靚到爆炸！呢個就正宗彭亨嘅蚵翅，黑翅。哦，蚵翅啊！呢個客人叫車啊，呀！哦，靚。有大有細啦，我細嘅400幾都有，不過係流活嘅蚵翅啦。好粒細嘅，哦有。哦，食到唔愛走啊，好食嘛，再加咯。哦。等我一陣啊，我開埋呢個。好，金鳳和個堅啊，係啊。好，呢個貓山王啊，烏山傾。你度食先。你喺麥交接過嚟。哦。要我去麥交接過嚟，要我嚟試下得唔得啊？緊要啊！好嘢，名威國際喎，星記。哦。烏山傾啊，yellow 你睇。哦，美味的，一滴水都沒有的，你看。哦，新鮮。琴日喺流活，今日到啊。哦。佢皮薄肉多啊，緊要喎。緊要喎。佢黑翅係淋 creamy 啊，
好 creamy 嘅，黑青啊，鵝青啊，哦，拍得太大力了，哦苦哦，哦苦哦，这个好料哦，这个好料一下苦哦，你看啊，唔似嘅，哦香港嚟嘅，喂食咗先，包食嘅，哦可以啊。乾包巢皮老鼠啊，靚嘅 ，OK。嗱，都係好乾包嘅，一滴水都冇嘅。好，哦，好乾身 ，creamy。我就大中細啦。嗯，嗱呢啲係細核啦，兩嚿大核咯，OK 啊，唔錯。嗯，佢嗱靚，哦，誒可以，送都唔好送啲渣嘢佢，送都確保佢靚，類似黑刺咁樣嘅。如果食嘅話，食咗金包先，係啦，嗯，啊俾埋呢粒你 ，OK，喺度食少少先，之後先拎走係咪？係好啊，咁我開咗，擺喺中間你影相啊，啊靚，嚟影咗先，好慢慢啊，我開住呢個。呢個係貓山王，啊，你佢，好，嗯，咁我擺埋一個盒先啦，之後你食唔晒，我再冚封實。好，哦，OK，有五磅嘅，唔該，嚟再嚟啊，好食又再加黑椒，好嚟啦，哇，靚唔靚你自己睇啦，乾包巢皮老鼠啊，啊，開始嚟了，哦，3磅、4磅，200到900都有，一个个买的，不能买一房的，对，它你看美美的，这放4-5天啊，就变黑色啦，然后就不新鲜了。我这里是每一天新鲜到货的，嗯，干包的就不会很湿啊那种了，就这是黑色就不行了。2房。一般是多少呢？这里一般外面都是3、4房，这里就每一粒都5房，没有5房我都小心，我都补到5房给你的，对。你看每一房都是大的满满的，你看，美美的，干哦。靚到爆炸，你自己睇啊！乾包巢皮老鼠啊，你睇到顏色已經知係靚啦，你 OK 啊？嗯，使唔使影返張相？嚟，靚到爆炸哦！依家咧就唔曉太苦，呢個係紙嚟嘅，索嗰個榴蓮嘅。4、
嗱4房咯喎，頭先講5房嘛，講6房嘛，你睇有冇6房？哦，6夠唔夠？唔夠就加多隻。靚6房啊！光包巢皮老樹靚嘅1、2又係6房嘅3、4、5、6，6房肉係咪？你封咗冇味嘅，冇乜味嘅。嗱，靚靚嘅光包喺呢度。可以，我帮你拿个盖，然后拿个袋子给你。稍等一下，很快。佢呢個唔苦嘅，但係皮薄就肉多，但係就核大啊。哦，OK，可以。大公司我呢啲 small potato 啫。嚟，我哋呢啲後者啊。但係我咧可以100%同你擔保係老啦，老樹啦，冇新樹嘅1、2、3，啱先開季第一幫花，到第二幫花就好苦噶咯。幾代？5月中到，好靚嘅。安排。黑刺啱啱深花，啱啱第一碟，咁就要食 OK， 好靚嘅，都光包巢皮老樹，靚嘅。隻都係老樹又唔使驚。嚟。你講嘅老樹有幾老啊？20年到30幾年啦，依家未係輪到我自己果園，我果園就30幾40年噶咯。幾時嚟啊？去到如果係檳城嗰啲就20零年啦，咁5月中有噶啦。有彭亨嗰啲散花，依家細幫花啦，細幫花咧就6月7月就最靚啦，最多5房肉喎，1、2、3、4、5、6 6房肉，靚。好，多謝啊，好，再見。金包叫 D13，不過你食得出嘅，黑刺係香滑冇絲嘅，佢就有絲嘅。D13 金包。同黑刺一模一樣個味道，仲濃味過黑刺，佢有啲茄士味嘅。愛食依家當造賣好老樹咗嘅。佢係皮厚核大，所以佢個價錢都係平嘅，78蚊磅。有6房肉嘅，唔錯。佢隻都係咁樣嘅，算多肉咯喎。多肉咯喎，大隻啊！好。即係我姨丈90幾歲啦。我中意食榴蓮啦，啲孫唔肯同佢買，啲仔又攞去買啦，嫌貴啊大佬。係正常嘅。佢話新嘅嗰啲好正啊，咁貴點買啊咁樣？人一世物一世啊！我買俾人鬧啊！嗱，呢啲唔曉苦嘅。可以放心食。好，等一陣我開埋呢個先。擺唔晒啊，開多個盒啦。好啊。好。OK， 幫你冚住佢。見到你啦好，我開咗先，靚先收錢嘅。好，多謝，慢慢行啊。靚到揼一聲啊！哇，黑金嘅，靚嘅，好黏喉嘅，你睇個樣已經知係得㗎。俾兩個細盒可以。2個細盒擺唔晒喎。擺唔晒。一個大盒一個細盒咯。好啊。因為你睇2房椅都已經一個盒喎。
跟住3，嚟4，好肉啊！你人多夠食嘅。5、6啊！你睇，哦，靚冇？靚到爆炸！啊，靚嘅，光包嘅。哦，如果你叫佢嚟影翻張相啊。係啦係啦。你 ，OK video 啊，yeah，OK，nice 啊，OK。因為你喺加拿大當地都未必食到咁靚嘅嘢。哦，好嚟。好，哇靚，係黑青嘅呢個幾靚，佢一笪笪黑色嗰啲，你同佢講係礦物質好豐富啊，係啊，食咗即係個營養多啊。咁翻去食咗黑翅先，最尾先食孖生鑊。